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希烈。要拆解下半年嘅投資主題，先要知道美伊談判依然有好多變數。即使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到，原油供應仍然可能需要幾個星期以至係幾個月先至能夠恢復。另一邊廂，美國龐大嘅 IPO 收緊市場嘅流動性，短暫回調嘅可能性仍然高。咁有呢啲不確定性，係咪代表我哋要離開市場呢？我哋回顧年初至今環球股市嘅表現，升咗大概10%。AI 嘅樂觀情緒同埋強勁嘅盈利增長預測抵消咗中東局勢嘅影響，所以下半年要掌舵變局，就要繼續保持投資，用分散配置嘅方式靈活應變。其中可以留意嘅係亞洲股票，我哋重新調高咗亞洲隨日本股市至到超配評級。美伊達成臨時協議係關鍵嘅推動因素。若果霍爾木茲海峽重開，將會舒緩區內嘅能源供應。而亞洲市場對油價敏感，若果油價繼續回落，有望帶動表現跑贏其他地區。另一方面，亞洲隨日本股市嘅盈利增長繼續位居於主要股市之首，今年達到63%。上半年嘅升勢主要集中喺南韓同埋台灣呢兩個 AI 主題嘅市場，而我哋預計未來嘅升勢會擴散去到其他亞洲地區，包括我哋超配嘅中國同埋印度。隨住更加多 AI 股去到中國上市，並且被快速納入指數，估值有更加大嘅重估空間。最後關注埋環球央行近期嘅議息，市場對聯儲局嘅加息預期升溫，而我哋認為加息理據未夠充分。美國最新嘅核心通脹放緩，意味住暫時未見到油價傳導致通脹升溫嘅跡象。若果中東局勢緩和，油價進一步回落，通脹疑慮亦都會消退。我哋預計聯儲局今年維持利率不變，美國10年期債息未來3至12個月回落至 4.25 至到 4.5 厘嘅區間。目前仍然係鎖定高收益率嘅好時機，特別留意3至5年期嘅美元債券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，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